第二个就是输出电脑出来，就会秀出来 SA 二同音，哦。啊，伊个台路呢，伊袂晓即个，伊讲即个伊袂晓拍，啊，就将 SAN 照原来安尼啦。啊，所以你着看久了，你感觉讲，这足明显，你就知影。啊，无这天若是两个 N 出来时，你都毋知讲，天若是毋知要怎发去啊，天若死啊吼。所以即个伊个传统的调字，确实有伊个好处啦。啊，伊当作文字，所以看起来足水。啊，这个汉字互你参考，就是衫裤的衫，衫就是安尼拍法。哦，啊，这个音节，咱五线谱，哦，我甲分五条，关键啦。哦，啊，这嘛当作因即摆语言学伫研究，就是音值、音达，声音的音，价值的达，音值啦，吼。你着爱会晓拍，讲即个音值是啥，你着会晓知影讲是5啦。哦，上悬，第一声上悬。哦，三，哦，啊，第二声底，第一声一两三一免拍啦吼，因以前的口牌还佫拍一啦，即马免啦。啊，第二声的时阵就底嘛吼，啊，第二声拍二，哦，你爱就知影底就是第二声，哦，底，哦，长短的短吼，长底，啊，过来汉字长短的短吼。啊，伊输出来安尼，啊，伊个声调就上悬即个落落来中底，哦，要读音乐啊，这音乐你知影无？这吴老师哦，读音乐，这五线谱哦，啊，所以伊个这声调伊拢看甲足准的哦。啊，若无的人，你就写，咱至少有读过音乐嘛吼。啊，听讲是你爱唱歌，还是写唱歌？是你做别你哦，啊，所以你，这就啥麻烦你小一下。OK， 啊，第三声 KH 第二是拍 OU 三，啊，到尾安尼台路的时红色的吼 KHOO 哦，OU 无共吼，啊，伊最后出来的时阵。第二字的 O 面顶下一点，哦，啊，撇倒边，啊，拄则这是这撇正边，哦，面顶的，有人学过法语嘛？法语嘛有安尼撇来撇去嘛吼，咱这就是学伊的吼，迄传老师要学法语的撇来撇去啊，裤，撇正边，裤撇，啊，伊的。声音的关度位置降落来，伊扩足低嘛，哦，扩，啊，过来，麻烦小姐，过来看，第四声就是入声，所有的第四声拢是入声，入声伊这有 PTK， 哦 ，PTKH 啦，哦，这四个拢入声，哦，啊，我这一叫的是讲看，科。KH 有上几啊科嘛吼 ，O 啊哇，科哇啊 H 看，较底，所以这个咱字尔，哦看，三底裤看，啊台路是 U A 啦吼，这次就讲了，咱 O A 伊改 U A 安尼，我这里介绍安尼哦。OK， 看第四声。啊，第四声，因为有 H 伫遮，就已经代表符号伫遐，所以伊无特别标迄个调符，声调符号面，你就拍 KHOAH， 爱就走 KHOAH 出来，看，啊，过来第五声，人吼，人，你要拍 LAG 五。是个吼，这个爱50条，这个拍唔对，这共款咧拍5，这共款，到下晡拢共款啦吼。啊，我袂记你，哦，伊共款我无写啦，甲你即摆你看，哦，有无共我才写啦吼，因为这完全共款，所以我无写到下晡啦吼。人就是为第一线起来第三线，人，吼。啊，第六声甲第二声共，我拄则讲迄个6感吼，你敢会晓发6感听？拢死了起来，无人讲就无去。哦，
啊，过来第七声偏，哦，伊共阮即个 N 哦，平衡音用 N 拍，P E P 哦 P 啊第七就是偏哦，啊，迄个带路伊无伊共阮拍偏啦哦，啊，即个出来先第七声是面顶一环，哦，啊伊伫伊个音搭是伫第三线哦，哦偏哦。啊，过来第底声共款入声，伊叫关入声，悬的较悬的，入声有低有悬。迄个悬，所以你爱拍八，爱拍八声，伊面顶即环，爱的面顶即个一条才会出来，滴。所以滴滴滴有几种声调？滴滴滴，无咱听讲滴滴滴，啊，三个哦。啊，滴滴滴，三种声嘛。哦，所以迄个变调的关系，伫即个内底无，你家己自动去变。啊，即马一寡语言学家感觉即个嘛要标出来，所以标第九调。哦，啊，你管你，咱伫拍文字是拢滴滴滴，拢共阮拢拍三个即个嘛。啊，你实在读的时阵。即摆有人建议讲，这个变调对哪里讲足困难的，有够难，足困难的。哦，啊，所以即摆迄个，我明仔载小一本哦，李庆华教授来哈佛教的讲义有编一本册，叫《哈佛台语与控语》。阮咧网络面顶拢有哦，伊足侪人看，开册人你看哦，你学啦哦，足侪少年囡仔安尼学起来。伊内底下骹都有标。迄个变调，面顶是标本调，啊下骹，互你参考要哪变。啊，这伊是为天主教学来的。天主教伫台湾伫教台语，遐上台语嘛是用这个字罗马字。啊，伊嘛感觉讲学这讲可能要变调足技术，足袂晓就对了，记袂起来。啊，咱台湾人你若讲细汉就讲台语足侪个拢会晓。哎，有没有讲开门开是就变调？对，迄是变调，所有拢爱拍第一调，你读的时阵就是变调。哦，上尾啊伊本调后壁拢爱变。哦，啊所以因伫教的时阵，伊个红皮圣经我去甲买一本来看，因下骹都标这个标变，标实在读的。啊，以前教育部以前有一个叫做通用拼音。唔知人知哦，通用拼音，哦，通用拼音，恁知哦？只要北京语播通用拼音，啊，拢变做中国大陆的拼音。哦，通用拼音。对，通用拼音。因为通用拼音，伊嘛有个人甚至甲第四条甲第八条讲共款，讲伊听起来共款。中南部人有影听起来，伊较无遐明显。中南部的人听起来敢若共款，所以有一个人编的字典，甲变做第四条甲第八条共款，哦，啊，如果减一千去啊。啊，其实甲即马伫讲台，伫讲拄仔老师分析，念互人听，语言下骹伊拢听出来，伊拢讲厉害，机械去算迄个有迄个语言统计学，迄拢足夸张的去算出来。这音质就啥啥，我是写有你参考，毋知有毋对无？我毋知。哦，上尾这个滴就是上悬啊，哦，入声的上。这个八声调，麻烦你唱这个看卖哦，你个海来就这个字，白天拢是所以拄则这边就是互咱方便，咱读一遍吼，三底。苦夸人偏滴，你个人偏滴。啊对，这个嘛你个办，这你个人不错。去出趟山。
点面，较车，欢迎哦。如果我阿定嘅，發現督察來了，都好。你聽埋一首這些，你波龍這裡。上慢车时，背后行着要学走，走着就碰到。三好八比照顺时，到厝落好出边。一两三四五六七八八小前好记，当园仔来点名，点着爱发声。三好八比照到厝落东。咚咚咚咚咚咚咚，滚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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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好八比高高唱落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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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滚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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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飞翔我。OK， 这是王椒啥？你讲王椒啊？我讲啊，这都教我当的。对，这因咧淡薄啊，伊当下就安你对抽奖台，其实伊敢若有声音俩来插图咯，啥遮拢我甲创的。啊，所以咱教书这个PowerPoint就真重要吼。我明仔载会报咱大家来学，要安怎去创遮的，啊，甲声音、甲相片面那个倒做位，啊，这样出来先，人就真好势。OK， 有问题无？伊内底嘛手工遮简单的啊。爱甲 ABC 甲啵甲放袂记，啊！你甲专心来学这尔，哦 ，OK， 有问题无？来，你这电脑输入所在吼，这一声到八声，你是讲输入了后，伊出来的声是拢用53546113。哦，出来就是迄个声调有调符，有迄个符哦。你是讲迄音啦？嘿，迄音伊就一调。所以你下个你读的时就看到迄个符号。吼，我今仔载会详细讲即个电脑的事啊。吼，因为我昨来发现讲，今仔日咱嘛照电脑来，甲咱小客就叫，所以甲伊调课真感谢吼，调课咱明仔载的时，你电脑拢载来，现场操作，你要安怎拍，有个台语的思考来拍咱的台语。OK， 遮有搁讲一个即个调符的位置，要撇伫倒位？哦，你母音面顶有2个母音，有3个母音的时候，要撇伫倒位？语言学家，哦，讲着爱撇伫响度较悬的。拄则我有伫讲迄个响度无？啊，就是 R O A E I U， 照这顺序 R 上悬。哦，你若拄着 R A 的时候，爱拍伫 R 面顶，就是爱拍伫较悬的面顶。啊，拍伫I U 自由，由在你的游的时阵，爱撇伫迄个3边8的 I 面顶，足歹看啊，可是。啊，白话字是要当作字来用，所以伊讲究即个好看，哦，所以伊 I U 的时会标伫 U 面顶，后壁你袂感觉讲安尼，袂讲真好势。啊，白话字原来就是安尼，啊，白话字因为教会无啥利用。啊，就像规个都无好啦，拢照教育部的啦，啊，规个就拢教育部迄个标法啦。阮嘛毋知嘛是一站拢照即个标法，哦，啊，就要发现讲不对啊，啊，咱是要当文字啊，还是要当注音符啊？啊，所以即马恢复倒转来，
最近即个新的数字法，阮要定写的时候，倒转来。阮信奉的网站嘛，规个拢改倒转来。所以分足清楚，你要读大陆的模式，要读标的字、教的罗马字、教的是罗马字，拢袂去掺来掺去。即摆伫台湾到底是用什么？囡仔伫教，拢用教育部即套，足好的一致啊！因遮伫努力，而且伫参与遮的编教材遮的。但是因拄仔开始，因无文献无文字。标的字，台语的标的字，我明仔载会摕来吼，咱来使看。迄个即摆的标的台语的文献足济，所以教育部甲标的字是共系统，只是改一选尔。所以我甲当作共个。咱要学的时阵，爱原来阿公安怎讲，安怎写爱学。了后，咱第二代过来，你才有法度去。我毋是讲无爱教教育部啊，教育部的足重要。即摆咱的少年的即代，拢是用迄个方法去学，安尼清楚。但是文献，台语的文献，即摆目前95%以上，拢还是标的字。为着要较普遍推广，是毋是应当叫这个教育部来，就爱用标的字做。无啊，因即摆你教无教标的字啊。是啊，所以。这是因为现存呢，现在。所以我的意思是讲，你个website 吼，是毋是应当用教育部做注意？无咯，平衡啊！你袂使讲阿公比囝较迄啊。我知啦，我平衡，你饲教育部入去内底种教育部。我毋捌的人，去你个网站的时阵。我有写足清楚啊！你是要看标的字，还是要看教育部的啊？你选啊，就在你选啊。你知影意思？两种拢白大。袂花。我知袂花，袂花，绝对袂花。你若无互伊知的时阵，你一寡原来文献你则看无。台湾书啊，大家1800万啊，去创遐文献出来啊！我有教伊讲，你著来用阮这，你饲袂大路嘛会当读，伊毋啊，结果干那标字尔。迄是加起了简体字繁体字无。无啦，我意思讲，迄个 metaphor。对，就是两个并行，同时存在，伊无去啊。即摆你用标的字啦，嘛足济啊，尤其教会才有数字法了，开始规个拢倒转来。我才有理由去甲大家说服，讲好，咱来配合观众啊。我本来大家讲好啊，对你听我行，大家拢也是照教育部。结果因原来传统遮的人讲，阮以前就毋是安尼用啊，因就拢愈歪用，愈歪用规个从台语上到遮落去，无。但是即摆是正面倒转来，恁两个拢同时存在。咱来诚信，袂使讲老爸出来了，阿公无去。我是主要对这个完全内向的人。对。这我知。迄种内向的人是。袂花咧，我是讲比这个上开始咧学的人，是毋是在统一？对，所以你要去出去教，你要教人讲，你要学对一套，你就教迄套。阮这教材内底两种拢有，甚至是大陆的较济。因为这大陆倒是领足济人开始拢伫教囡仔遮个。这伊是因为长老教会总会编的，原来上原来的标的字。罗马字，这是伊的系统讲实在，毋是讲安怎歹还是啥的，无歹啦。这是讲无好歹的问题啦，是你用了习惯，还是讲你要安怎教学的问题？你看嘛，伊就是讲 CS 改 TS 啊，OA 改 UA 安尼尔，其他无啥物大的无共啊。所以真感谢，就是讲李奇华教授转去了后，又甲整合出来讲，台湾的主流就是安尼。OK，这个变调就要讲变调，也袂使无讲。我读经济内底迄个就是无学着变调，读则变读，好嘞。变调足对嘛，拄则迄老师有讲咱是变甲足有规则。所以听李定华教授讲 ，MIT 因有一个语言研究所，伊去研究出来世界语言内底上unique的就是咱台语。变调变甲安尼，遐尼水，敢若唱歌咧。
啊，佫有规则，哦，袂讲乱变啊，哦，表示讲伊较是有伊语言的基础啊，所以伊为 UNESCO 发一个批对台湾人讲，你这世界的文化资产，遐水遐样你个台语，恁台湾人有责任爱甲救活起来，啊，若无咱人为减处理回去，安尼有啥意思？啊，毋是卖瓜收瓜田来吼，卖瓜啦，这是事实，人家拢有根据啦吼。后来安怎变？我一个学的时嘛是吼，足困扰的，卖无较好。吼，名卖学较好，你自然会晓读，一个人讲，我汉字我就读会使啊。吼，啊，但是你若真正要入去研究的时候，还是要做老师，你一定爱知影遐个规则。吼，第一声变第七声。回，哦，回第一声嘛吼，啊，伊头前就变回，第七声变第四声，啊，第三个迄个回第九声，回，会安尼变，哦，啊，第七声会变第三声，有啥物？咕对，咕啦吼，咕就是第七声嘛。上尾啊，伊即个句爱保留原音，啊头前个是句，就变第三条啊，哦句，啊头前是句变到第九条，你书语法内底你拍九，迄个符会出来，你知嘛？诶，教育部嘛，教咱是安尼嘛。对。啊，教育部的足奇怪就是，安尼足水的，讲伊甲创一个即片的，教育部第九条是。伊甲第三条、第四条要差不多安尼。是两个啦。哦，两个对啦，双引号迄个啦。啊，人本来人利用的是利用安尼啊，足水的啊。哦，啊，你若伫读的时嘛安尼咕啊，结果伊，迄个我记啦。啊，第三条会变第四条。草。啊，草，太太，系阮太太。你袂使讲，你袂使讲太太。咱听无啊？啊，迄个第三条一定会变做第四条，太太。哦，草。啊，第二条会变去第一条。令 ，OK， 令叽，哦，本来令是读令嘛，你袂使讲令叽啊，一定第四条变第一条变令叽。令啊，我啦，令的头前迄个令嘛变掉啊，变令啊，你后壁即个原来第四条啊。咕咕，讲的是。啊。咕咕是第一声，咕，咱即摆讲第四声。即摆讲第四声，令都当变者，还是讲弄一个吼，精进，迄嘛是变掉，袂使讲精进。OK。啊，第五声较好是啦，少数就是南部人，哦，啊，north就是北部人，所以你即摆你家己听看觅啊，你讲台湾还是台湾？讲台湾的人啥个手？台湾。哦，中南部拢讲台湾，啊，台北人讲台湾。基人嘛是。哦，基人台湾 ，OK。基人是台湾。北部哦台湾啦，啊，恁跳过就对啦。我人是，迄是偏江甲偏船的。哦，OK。对，咱遮有一个台北的，你就是台湾对无？台湾，嘿，是台湾。所以会变第三条去，哦，第五条北部的变第三，这变这。所以我即摆伫创迄圣经汉字面顶要标迄个罗马字啊，我拢会问，迄字好问啊足生气。我台北人，你莫问我，较早讲嘛无共，因为阮遮要规个改做中南部腔嘛。OK， 过来入声的部分，哦，入声部分嘛有变哦，哦，即个先讲第四声甲第八声的 PDK 哦 ，PDK 甲 H 的无共哦 ，PDK 伊第四条甲第八条做啊变倒互相变，直，哦，直本来第八嘛哦，两个拢直嘛，所以头前迄个直要变第四啊，爱较低啊，直。你袂使讲直，哦，直变第四啊。
啊来 H 的时阵，哦，入声后壁是 H 的时阵，第4条会变第4条，倒位？倒顶。倒顶对，倒顶。啊，倒顶，伊咧倒是第4条嘛 ，TOH 嘛。哦，啊，伊会变倒顶，变第4条，倒顶。哦，啊，第几条诶？药，加药品。药品。药品伊原来是第8条嘛。对。哦，啊，所以伊变条变第3，变药品。药材。OK， 好，这等于慢慢啊，回忆愈想会愈趣味。讲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啊，无咱爱讲，啊，这明明就共义啊，但看无共义，就是咱的水水伫遮。你无变迄时，迄个无音乐的水。所以音乐作家萧太炎，伊要创台语的歌曲，迄较是爱技术的。你袂使怪天声的变甲无啥啥，所以咧读音乐知影。哦，你这个作曲的时候 ，OK， 迄是基因啦，拄则讲遐个基因的特色，是讲语法的特色。还佫一个上大的特色吼，世界上无的吼，咱甲阮，会晓分咧怎样子？咱，啊，大部分会晓啦吼，少年会晓，会啦吼，咱，因为大部分拢我们嘛，拢we嘛，人讲阮啦。阮甲阮啦，迄另外一回事啦，就是讲阮甲咱啦吼。少年的即摆大部分拢无啥会晓分，所以伫教会伫祈祷讲上帝啊，咱拢是罪人，上帝啊，我们都是罪人，包括上帝嘛是罪人。迄个咱就是包括你讲话的对方，就是咱。上帝啊，阮拢是罪人，上帝毋是罪人，阮拢是罪人，我。有 inclusive、exclusive， 即个世界遐侪种语言，英语、华语、日语啥个，我所知影，无人是咱安尼，敢若台语甲客语，有无？客语有无？现条、外条无共嘛？现条甲外条无共嘛吼？现条落去吃饭，面条你可以回去。奶油。现条落去吃饭，你可以不可以去？你若讲，咱来去食饭，哦，老师，咱来去食饭，伊会使对啊。老师，阮来去食饭哦，伊袂使对，无包括伊啊。哦，分甲遐尼清，遐尼幼，即个语言讲要学无，其实足可惜的。咱着爱学达赖喇嘛呢，讲阮西藏的文化，世界的文化就散落伫遮，啊，中国要安的，台湾共款，台语共款，咱来用即款的，即个。别国人来说服这个美国人，达赖喇嘛伫布兰达斯迄个演讲的时候，然后差不多7、8年前，敢有人去听，啊，我一朋友摕着去听，爱2点钟，看天，爱2点钟，啊，讲什么人？美国人呢？啊，遐对伊行信徒受伊影响的，感觉讲，达赖喇嘛讲的对，人类慈善一定要多做，甘愿去拜。拜要创啥？讲伊提神，伊会倒问遐甲伊握手。我嘛袂甲伊握手，我握手你着照伊记就好啊，着着倒拜。拜2、3摆咧，寒天寒甲咧，拜2点钟好，我紧袂调咧，报告我紧袂调。所以讲，我希望咱用即款的诉求来互外国人，还是国际上来知影讲，咱的语言遐尼水，尤其我希望我怎甲伊国家配合哦。伊一寡遐物件拢是放喺地方，路面顶甲大家人会当知影讲，遐水的物件，咱的文化、人类的文化，唔好忘记，好无？好。好。这个咱个阮用家己的菜菜，阮某甲咱。OK， 迄个亲切去啊，毋是，迄个叫亲切啦吼，亲切啦，阮某啦，你袂使讲我的某啦，阮某，哦，阮某，哦，台语嘛有一个，这阮某这个就是讲。较亲切的时阵，会当讲就讲，普通你演讲的人嘛，讲咱啦，就包括你嘛吼，安尼是感觉较亲切。哦，恁翁，哦，恁就是讲你们的嘛。哦，台语佫一个足趣味的吼，这个这个叫做人生代名词，
人称的代名词，后壁加 n 就是复数。哦，你一个恁，哎，我，莫讲阮，加 n， 啊伊，因，啊，即个复数台语比较高讲者，就是讲，伊的语法内底，伊有一个亲切的迄个意思。啊，我们的就是咱甲阮，啊，李登辉去巴拿马，伊当时迄个中国安尼讲啥物受气，伊讲上较大声的话，啊，李登辉讲恁爸上大啦，吼。啊，记者嗨啊！当恁爸上高，毋知变怎欢啊！啊，你去遐查，迄当时时代足侪种的报道，迄个恁的解释无共，恁爸上高。你讲咱海外吼，伊厝边后你讲台语啦，台湾的阿公阿嬷拢足欢喜。啊，有一个囡仔大概6、7岁等去台湾，后要拜年啊。哎呀，讲台语的时阵，红包拢会较大包啊！哦，啊，我大学去学生啊去读台语的目的，就是我等去甲阿公阿嬷拜年，红包会较大包啊！哦，啊，就转去啊！哎呀，讲啊欢喜，甲就带伊讲出去讲，去对佚佗坐计程车啊！啊，计程车坐内底，迄个计程车司机突然间变落去吧，恁爸啦，恁爸啦，恁爸，直直讲恁爸啦！啊，因囝讲我伫美国台语讲厝，讲台语都毋捌听过恁爸恁什么意思？讲恁爸什么意思？啊系啊，忽然间伊嘛唔知我恁变啦，我啦，我就是意思是我。啊，佢无阿久的时讲，阿公就顺孙啊，来甲阿嬷带嚟讲，咱来去到拍孙啊，啊去坐飞机啊，啊飞机啊孙啊当然去食啦，啊飞机伫咧3点钟，啊孙啊讲阿公阿嬷出来讲，阿公阿嬷，恁爸伫遮等3点钟呢。OK， 陈贵文姐吧，要5分题吧？啊？哦，来便当来啊，多谢。我来哦，明仔载有确定会来，请因为穿便当哦，拢会啊无啦，无要来的家属啦。你若无，我知影你啊，你无你啊，你无你咧。也好。无啦，恁礼拜煞来有啊？哦，你礼拜煞。你礼拜煞来啊？